今年7月初3、初4连续2天，全世界平均温度破纪录，拢超过17度。连这阵是寒冷的南极洲都酿着8度7。前2天啊，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上无13人死亡。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是赛车弄以色列公车的报复。巴西脚球名车内马尔讲大钱去合法骑车，却因为违法污人工湖，去互冻发1亿台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日本的九州甲关东地区，这2天是有未少所在变大雨做水灾，而且这个拜六礼拜可能阁会有大阵雨。而且昨前公馆是靠一阵强风，未随加利亚风共款，是甲一只拖车陷倒去，这天气是真无稳定。所以，就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顶有细呐落雨声，搁透强风，加树啊吹甲一定海。日本本州中部前公馆测试下晡落大雨、落冰雹，也搁靠好亲像光烈风的强风，阵风威力大，甲一台拖车吹甲变去。好加在司机敢若轻伤，要工厂的物件吹一个甜伫电火条顶，民众回想当時的情形，也搁心淡淡。薄くなくなってきてね、暗くなってきて、それでね、ちょっと雨降ってきたなと思ったでよ。そうったらものすごい風と雨と雹、外へ出たらシートこっち飛んできて怖いね。一瞬だもんであっという間だけね。日本关东地区最近这几天天气变化真大，那前港落大雨，基约测试下晡嘛是向落大雨，其他所在是北关温。基辅县拜二就出现36度5的高温，至少8人好亲像着山送医，包括一个59岁建筑工人，在送医前就失去生命迹象。东京气温嘛超过32度。九州的天气嘛真无稳定，熊本县初3因为落大雨煞做大水，当地一座桥去大水冲转去，隔天阁有一间庙互土石流冲毁，真无简单等候雨停。居民看规厝间的土门沟啊，唔知要安怎摒扫。水はどの辺まで残ったんですか？これかな。治れば治せないならいいけど、まだわからん。ずっと住んどったけんね。九州地区拜三也搁伫落雨，一定拜四雨才变细。不过气象单位是警告，当地这个礼拜六有可能搁出现警戒级的大雨，搁加进前落雨已经互部分地区土石松软，恐惊会搁发生土石流，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这天气实在是有够热，大家拢有所在温度是冲破40度，要活50度。时阵根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数据，今年7月初3、初4连续2天，全世界平均温度拢破有史以来上热纪录。是连北极、南极迄寡结冰的所在，拢放入去平均了后，这气温永远是超过17度。而且这阵是连寒冷的南极洲，迄天都有酿着8度7，无怪这平均温度是一直在升高。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伫即礼拜一公布全球平均温度达到17.01度，打破2016年的纪录，创下有气象纪录以来上高温。尽管南极洲即阵是冬天，乌克兰位伫阿根廷群岛的南极研究站永远测到8.7度无正常高温，是历年来7个上高的纪录。In the next month, from June to September, from July to September, we will have a surge of dryness area over Australia, the maritime continent, and also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 最近全球各地不时传出真热天气，受到热坎效应影响，美国西南部地区已经连续几礼拜都真高温。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一度超过46度，德州南部也达到48度，一直创下新的纪录。地中海地区4月就提早开始热，北非的气温已经接近50度。亚洲地区中国继续承受35度真热天气。六月伫印度北方邦，真侪民众未堪的45度这么高的温度，一直传出人热死的事件，病院内底有真侪着酸的患者。欧洲地区英国6月平均温度15.8度，是140年以来上高温。
全国有72个区域拍破纪录，伫去年超过40度的天气，顶个月每天上悬温也来到32.2度。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El Nino condition. There will be 90% chance for El Nino to prevail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3. The next 5 years, we are likely to have one of th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 适应现象发生时，恰到当太平洋的海水无正常升温，会造成无同所在发生可汗也是大雨。专家指出，气候变迁加重适应现象，将加严重影响人类甲生物的存活。公视新闻杨眼编译。咱来甲看边即个影片，这海边竟然是出现鲨鱼。这段画面是伫咧美国佛州的海边翕到的，因为迄当阵是美国的国庆假期，人当济，这雄雄出现鲨鱼，大家拢惊甲死家做。佛州这海埔伫美国国庆日即天，有真侪来耍水的人，也毋过岸顶的游客雄雄发现，这只大鲨鱼竟然毋惊游客，对游客后壁游过去，浮出海面的鱼食，也阁有尾溜，看起来是特别惊人。面上大花紧起来，无想到鲨鱼像是示威共款，伊个外头虽然伫共一片的水域。Where did it go? Where did it go? There's somebody still out there. 游玩伫海内底受水的人，后来感觉到鲨鱼的威胁，若注意只鲨鱼，若赶紧撤退。加在即摆事件无造成伤亡意外。毋过今年对热天以来，全美已经发生16件鲨鱼攻击人类的事件。镜头转来到四川，画面上即只辽鱼妈妈正伫树棵顶面换来换去，敢是伫爬上也是标记领地。这时阵想要爬上树的细只鸟鱼，却是对树顶落来。这对野生的鸟鱼进前伫个绵羊市国家公园内底踅来踅去，趣味古水的模样，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大鸟鱼基地工作人员研判，这只细只鸟鱼大约是半岁左右。这撮无惊的探险旅行，可能是为着训练伊的无声机能。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北韩5月底发射一粒军事侦察卫星失败，南韩是将这碎片获得去分析，这就证实这粒卫星完全无军事功能。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的经济爬不起来，人民票一直在落价，连甲中国较歪的罗西亚嘛，甲大量的人民票卖掉。中国国有银行是紧急出手，要防止汇率继续落落。英国《Times》报道，英国警方最近一直表摆台向上帮盘。这阵英国政府是按算改革开除警察的制度，要改善警戒风气。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2个共和党的州检察总长指控拜登政府抬掉网络反对派文章。这阵联邦法院是下令禁止政府的官员接触社群媒体的公司，要防止因继续施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特勤人员伫咧北京的办公室发现不明白色的粉，验落竟然是毒品有可见。特勤局是正咧调查讲，这毒品到底是安怎是被用的。台湾甲立陶宛合作做伙出钱，伫咧立陶宛发展半导体产业。不过，这阵是有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国发会借钱予立陶宛的业者，结果人说是甲中国买原料袂输的潘仔咧。外交部是出声解释讲，这两国同齐出钱是国际军事上的合作方式，毋是咧甲台湾卖掉。台湾甲立陶宛深化合作，包括成立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外交的一大突破。双方原来签订半导体合作备忘录，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先指控政府出1000万欧元，差不多3.4亿，补偿提供立陶宛的私人公司台湾半导体技术，认为是开钱背对外交。7月点名国发会中东欧投资基金会应注立陶宛太阳能业者2.7亿，不过这个公司的原物料是中国的，引起议论。我们不都是要抗中吗？这个糗了。那么，请这个我们审议委员会降低这部分的关切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所以这家公司呢，它也确实的得到了刚才我所报告800万欧元的融资。王宏维这支抗中保台基金颠倒去中国厂商趁去，批评是卖台行为。外交部讲，两国共同促进合作，国际真接款，不是出钱就是卖台。那就第一个，这是完全罔顾商业的现实。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会反而影响到我们这个中东欧投资基金未来在开展这个新客户上面的一些
限制，那连带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台商利用这个管道来开创欧洲商机的可能性。立委表示，无论是中国原物料甲材料，拢是全球供应链，毋是看到一块稀土，也是太阳能帮顶管写中国，都代表中国统战。太阳能产业是全球供应链，将来可能原来会由台湾业者来供应出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明仔载是要访问中国，这座因的目标是要建立两国之间长期的沟通管道。不过，伫这个时间点，中国则是宣布要限制两种半导体原料出口。有专家就认为讲，中国可能是要摕这款原料来做甲美国谈判的本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顶个月拄结束访中，财政部长耶伦续落来会伫初6到初9访问北京。As I said in a speech earlier in the year,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ork together on global issues. It's something we can do and something the world expects of us. 一个美国财政部官员讲，耶伦即摆会和中国来讨论全球挑战和做伙观察的领域，亲像气候变迁和债务困境这种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目标是和中国建立长期沟通的管道，并不是重大的突破。中国学者讲，双方需要做伙探讨的问题包括人民票换美金的汇率、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加强的关税和科技压制等等。会当注意的是，就伫耶伦来访进前，中国商务部宣布8月初1开始。要限制半导体原材料、镉和钾产品的出口，一般认为讲，这就是为了保护美国。进前和欧洲联手对中国发动科技战，包括限制晶片和相关的设备输出中国。但是北京方问到这，拢回答甲无要无紧。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镉和钾这两种金属，伫晶圆制造、通信设备和各项这领域是应用较真侪。全球的来源8成以上都是对中国来的。有研究机构讲，中国这个犯罪手段会对半导体产业随产生连锁效应，特别是关耗能的晶片。但是嘛有人认为讲，会当找到代替的来源，冲击是未够遮严重。美国媒体是讲，这代表北京是要用新措施和美国谈判时阵用。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这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是已经过了8年啊！前2天，以色列佮攻击巴勒斯坦，上无是有13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个讲到一个巴勒斯坦的查甫人赛车弄以色列公家庭，佮造成8人受伤。这个真组织哈马斯就随声称讲，这都是因做的，目的就是要报复以色列。车辆攻击现场，白色的小货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边仔有医护人员塞着担架要甲伤患送去救护车。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初时发生汽车冲撞行路人的事故，一名巴勒斯坦查甫人开车弄入去公车等车停，造成8人受伤，其中2个人重伤。驾驶佮骑刀落车，继续攻击其他的人，当场互其他民众开枪大死。这个事故发生的正前一天，以色列再用反恐行动做理由，对巴勒斯坦城市泽宁展开袭击。当地的人民也嘛受到影响，真侪人死伤。لا في عبوات ولا في صواريخ ولا محل احد بسترزق منه حرقوا لي المحل محل ملان يعني هذا دمروني بس جايين يخربوا الاقتصاد ويخربوا الوضع بس مش لاقيين شيء وين المقاومه مش مقاومه محل مقاومين محل احد WHO 世卫组织表示，巴勒斯坦救护人员互紧急去营地部分地区救重伤的人。这个袭击已经造成包括3名无到18岁儿童，拢总有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佮超过14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是30人重伤。对以色列发生的汽车弄行路人的事故，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承认犯案，佮俄罗死亡的驾驶是英勇，表示这是对以色列袭击泽宁的报复行动。虽然以色列军队伫初时暗时用原行政不做理由撤出泽宁，巴勒斯坦民众有关是真生气。نتنياهو شو اخذ؟ ولا شيء ولا كسب حاجه دمر خرب هاي سياسه اسرائيل وهاي دأب اسرائيل من يوم ما قامت خراب قتل دمار لم يصنع السلام يوما من الايام ولم يفكر بالسلام。英国媒体 BBC 报道，受到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搁伫病院外口向以色列军车牵石头啊，适合发射催泪瓦斯。无国界医生组织嘛破案讲，以色列军队用杀土机沿途破坏真侪道路，互医护人员必须要用行去救援。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罗西亚一个人权记者米拉辛娜去车身共和国采访的时阵，说是去互旁边的武装分子攻击。
咱来看这张相片，这是伊本地模样，不过即阵煞是去互拍甲安尼，若手断去，搁去互剃头，甚至去互破切。所以来镜头，我来看另外一位国际人物，乔治亚前总统萨卡西维利，伊是牵涉到蓝衫用这款去互掠起来，伊是一直咧发冤枉，所以讲毋正抗议去落解，这是对本地100公斤三角皮包骨。捌得到无国界新闻自由奖的外国调查记者米拉西娜，面了真侪青色油漆，头毛就要互剃了。当地时间初四，米拉西娜甲耶律师涅莫夫到俄国南部车臣共和国采访时阵，互罪名武装后面的分子围起拍，那床头被拍断，规身躯也真侪伤痕。человек, они выкинули таксиста из машины и нас вниз головой, мне попытались завязать руки за спиной, Сашу проткнули, видимо, тогда ткнули ножик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кровь начала течь у него оттуда. Вот, проехали какое-то расстояние, и машина заглохла. Вот. Они ее не смогли завести, и уже нас затащили там в какой-то овраг и начали избивать.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米拉西娜甲律师当时早入夜器材，占入去车臣的首都格罗兹尼的审判现场。被告是批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的3名流亡者，甲因的老母穆萨耶娃。最终，米拉西娜无法参加这场判决，而穆萨耶娃是被判刑5年半。55岁乌克兰籍的高迪亚前总统萨卡西维利被指控在2018年执政期间犯下滥用权力甲掩蔽证据这罪行，正面临上悬6年的徒刑，也过一直否认这指控，因为这是政治迫害。萨卡西维利几礼拜绝食，当地时间初3已经由时讯出席听审会，这摆出现人三角皮包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为伊讲话，下令驱掉高迪亚自乌克兰大使，同时指责莫斯科想要甲萨卡西维利抬死。公视新闻新竹配编译。美军提出阿富汗塔利班佮掌权了后，就一直咧打压女性的权利。那因上班上课清查受到限制，即阵塔利班竟然佮要求全国美容院1个月内拢爱关门。阿富汗政府下骹负责执行塔利班伊斯兰教法的机关，抗戦厅恶部。初二向针对妇女违法美容沙龙发布禁令，佮下令要伫1个月内完成。塔利班1996年到2009年掌权期间，也把关美容院，暗过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了后，美容院佮恢复营业。即马这个禁令伫无理由、无任何替代选择的情形之下，佮定来，互阿富汗的妇女感觉到惊甲失望。ما به خاطر یک چند روپیه حلال با پیدا کردنش اینجا آمدیم مکتب سر زنا بند دانشگاه بند هیچ قسم زن در جامعه چه حق زندگی کردن نداره. فکر میکنم دیگه مسجد که بشه باید با خونه بشینم بیکار بی همه چی دیگه رنج میشم مریض میشم. تنها امید من بود که میومدم اینجا ساعت نتیر بود دیگه با خونه که برو خود من میفهم دیگه تنها باشم دیگه بی از مریض میشم. 2001年，美军撤退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美容沙龙虽然照常营业，暗过拢正低调。店门、窗仔全部遮起来，各种用女性外观做广告形象的相片，面部也拢喷彩，或者是用乌影代替。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采访的一个阿富汗妇女指出，塔利班除了只关注妇女的身体以外，看起来无其他政治计划，因想要将女性为公众生活所有领域当中剔除。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巴西卡球名称内马尔是讲大钱去合法徛家，不过伊的开发是有真侪违法的所在。亲像其中伊是违法恶人江湖，这条就去互冻罚1亿台票。这是巴西的卡球大名星内马尔的好家厝，伫里约热内卢西南方的沿海小镇曼加拉蒂巴。伫内面施工的这个正大人工湖，煞互伊拄着大麻烦，因为起这是违反当地的法规。内马尔会互冻罚1600万雷亚尔，合台票1.02亿。当局是伫顶个月日子派人来因厝，要求伊停止继续起人工湖，但是真生气的内马尔因爸爸和环境官员是咧冤家，本地各互逮捕。Que houve uma grande intervenção aqui mexendo em recursos naturais sem licença. Infelizmente, são denúncias que chegaram e nós precisamos tomar providências, senhor. 内马尔的爸爸互认为讲是看不起公权力，但是伊互抓了后并无互拘留，干那口头警告后摆要注意态度。
Vou liberar o senhor. Espero que da próxima vez o senhor seja um pouco mais educado, que a gente está aqui cumprindo com o nosso trabalho. Eu cheguei com toda a educação, mas por hora o senhor está liberado. A gente vai cumprir os atos e vamos buscar regularizar esse empreendimento. 内马尔加州的发言人是拒绝针对这件代志发表评论。官方讲，内马尔的好业处是互查出有几十件违法开发的行为，包括家己去摕河水、违反规定去搬岩石、沙石等等。外面会当看到边仔的河和河岸拢有污过啊。附近的石地嘛，互刷走去做人工湖的配景。当局目前是开4张罚单，而且伫人工湖边仔拢有封锁线，下令袂当阁起。对安尼的处置，内马尔伫20天内会当上诉。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印度是常常咧跳电失电，这对病院来讲是牵连着性命的大代志。南部赖焦尔有的病院就常常爱靠手电仔来接生婴仔。所以讲，即阵是有非营利组织募款甲病院斗太阳能板，已经是甲250多间病院诊所用电搁较稳定。病院内面这位有心的妇女正伫咧看诊。这间是伫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赖焦尔的一间公立病院，每年有600多位囡仔伫咧遮出事。不过，印度的电网一直拢无稳定，那真侪庄稼所在根本就无牵电，甚至伫咧都市也常常限电跳电。当地富山区的护士讲，捌伫咧停電嘅時陣，用手電照接生囡仔。ಸೋಲಾರ್ ಬರೋಕ್ಕಿಂತ ಮುಂಚೆ ನಮಗೆ ಫುಲ್ಲು ಕರೆಂಟ್ ಇರಲಿಲ್ಲ ಅಂತಂದರೆ ನಮ್ಮ ರಾಯಚೂರಲ್ಲಿ ಅಂದರೆ ಫುಲ್ಲು ಪ್ರಾಬ್ಲಮ್ಮು. 4-5 ತಾಸು ಕರೆಂಟ್ ಇರ್ತಿರ್ಲಿಲ್ಲ. ಪೇಷಂಟ್ಗಳಿಗೂ ತ್ರಾಸು, ನಮಗೂ ತ್ರಾಸಿತ್ತು. ಯಾಕಂತಂದರೆ ನಾವು ಡೆಲಿವರಿ ಮಾಡಬೇಕಾದ್ರೂ ಈಗ ಇಂಜೆಕ್ಷನ್ ಕೊಡಬೇಕಾದ್ರೂ ಕರೆಕ್ಟ್ ಗುರ್ತಾಗ್ತಿರ್ಲಿಲ್ಲ. ಅವಾಗ ನಾವು ಟಾರ್ಚು ಇಲ್ಲಾಂತಂದರೆ ಲ್ಯಾಂಪು ಅದನ್ನೇ ತೊಗೊಂಡು ಮಾಡ್ತಿದ್ವಿ.自2017年开始，非营利组织透过募款，为赖焦尔地区251间病院加诊所装太阳能板发电，除了让病院有稳定的电，也帮助医疗院所节省营运成本。特别是淘汰过去提供紧急备用的柴油发电机。When solar is installed, I observed 2 times. It's more of 50% reduced. We can save the cost savings also and the power also. That cost we can use for other purpose also. Especially in health facilities, we need many things. So that we can use for that. 印度公立医疗机构的预算主要来自政府，不过2022年印度公共医疗支出只敢占整体 GDP 的2%，甲美国的18%差真多。印度真侪公立病院拢有财务正安的问题，即马有太阳能发电，唔但减少病院的电钱，也互经济状况无好的病人看病较安心。ಇಲ್ಲ ಅನ್ನೋ ಒಂದು ಕಾರಣದಿಂದ ಜನ ಹೋಗ್ಲಿಕ್ಕೆ ಇನ್ನು ಮುಂದೆ ನೋಡ್ತಾ ಇದ್ರು, ಅಲ್ಲಿ ಸರಿಯಾದ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ಇಲ್ಲೋ ಅಂತೇಳಿ ನಂಬಿಕೆ ಇರಲಿಲ್ಲ. ಹಾಗಾಗಿ ಜನ ಹೋಗ್ತಾ ಇರಲಿಲ್ಲ. ಈಗ ಸೋಲಾರ್ ಎಲ್ಲ ಕಡೆನೂ ಕರೆಂಟ್ ಇರೋದ್ರಿಂದ ಪ್ರೈವೇಟ್ ಖಾಸಗಿ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ಬಿಟ್ಟು ಜಾಸ್ತಿ ಜನ ಸರ್ಕಾರಿ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ಹೋಗ್ತಾ ಇದ್ದಾರೆ. ಕಾರಣ ಏನು ಅಂತಂದರೆ ಅಲ್ಲಿ ಯಾವಾಗಲೂ ಹೋದ್ರೆ ನಮ್ಗೆ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ಅನ್ನೋ ಒಂದು ಭರವಸೆ ಜನರಲ್ಲಿ ಮೂಡಿದೆ.伫過去1年，當地病院因為有穩定的供電，互醫護人員甲病人攏有舒適的醫療環境，疫苗甲藥啊也有冰箱通冰。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亞馬遜雨林，佮互人合作地球的氣，因為伊是會當製造酸素消化二氧化碳。不過，這幾10年來，像哪煞是去互人類錯了。為着保育雨林，是有非營利組織利用太陽能機器人野種樹栽，免幾點鐘啊，就會當種幾100粒的種子。規大片的森林內邊有一地，敢若是和鬼剃頭共款，康羅索攏無樹化。這是佇咧秘魯東南部的馬德雷德迪奧斯，是互人叫做地球的魚的亞馬遜森林的一部分。因為和企業採礦、採茶，規大片攏被錯了。亞馬遜森林佇咧生物多樣性加氣候變遷有正重要的調節作用。不過企業開墾加極端氣候引起的森林大火，亞馬遜森林已經制作袂了。Here in Peru we have 80 million hectares of forest, flooded forest. In that area, to have again a healthy stand forest is going to take about, I would say, between 20 and 30 years. But in the tierra firme, it's going to take at least 100 years. 為了要協助亞馬遜趕緊恢復，有非營利組織 NPO 種林守衛者，甲瑞典的機器人公司用太陽能機器人對烏土半種砍土，機器人幾點鐘內就能種600多粒。這個建議若不再大長起來了，會當甲2個腳球場的面積砍起來。
芝麻太阳能种树啊，机器人会让远端遥控，自12000公里外随电操作，加速造林的速度。不过专家讲，若是无发展最新的经济模式，配合亲近当地公共政策，会让永续发展的产业加基础设施，那呢，依然也是无法度真正保护规个亚马逊地区。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